台南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坤和伫溪北无党甲国民党籍议员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因为因知影串联南科甲沙仑的台南捷运轻力线，其中规划经过4个行政区14站的升级路网，佮将延伸到善化，结果却共款疏忽溪北长期交通的困境。烦恼如此以来，溪北边缘化的问题更加严重，所以会中相当的愤怒，要求市府检讨，将捷运延伸跨越闸门溪到满道嘉里。公车也无，小王公车也无，社会住宅也无，啊无，阮是溪北是要投，不懂？阮溪北大部分拢民进党较济咧，蔡英文也好，过去咧投票，溪北也要较支持，伊会调，会做好呢？我感觉。望良心上看卖，这是对阮溪北百姓一个交代嘛。十8人来，无半项重大建设，即马钱你规划佫无，安尼阮是要安怎？要叫阮溪北人去对？全部拢伫溪南桥府城。阮的山区溪北，等你2872号做完，阮已经帮完啦。溪北山区已经边缘化，那今仔日，我们现在要把南科的延伸线做到善化，你无法度上班吗？对此，高雄局回应，正式高铁站是铁路局的款节，未来伫整体路网检讨时会提出，毋望缩短规划时程。本来这一段。到三花这段其实是在红线里，在黄线里面。那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原本整条路线是要接到那个南科火车站，那因为现在南科火车站那边因为高架桥的问题，所以没办法进去，所以交通部也是希望说能结合一些火车的转运站变动嘛，就是可以变动嘛。它还是在优先路网里面，优先路网可以变动线路嘛。优先路网里面去做评估了。所以开伫资源平衡发展的机会，相信议员无分哪力，拢积极来争取捷运进入溪北。捷运优先路网到麻豆嘉里。台南新闻，阮志和乔邦采访报道。